台南市因为4月要办全中运，所以全市的学校会停课5天，所以已经先伫2月初5开学咯。其他的县市拢是今仔开学。这学期开始班班有牛奶的政策取消咯，也毋过包括台北市在内有部分的县市会继续。台北市要利用牛奶的兑换券，相关的配套嘛拢已经准备好势咯。也毋过市政府希望讲中央会当继续来补助经费。册包上课要用的物件、校刊、自主学习的作品，台北市民传国小的学生是转来学校上课，有人精神袂歹，嘛有人阁想要困。写完了。你什么时候写完的？昨天睡眠不足。台北市市长蒋万安、教育局长汤志明特别伫咧校门口来送因电板，嘛到场来体验共融的游戏场。前年开始我们就编了9800万的预算，今年还有5000万的预算。我们不管是无障碍的电梯、无障碍的坡道，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使用。继续来推动台北市校园无障碍空间。蒋万安嘛讲，这学期会继续来推动班班有牛奶，随机来访问小学生，敢有想讲阁啉到牛奶，讲好讲无好的拢有。我很喜欢喝鲜奶，就是学校发的保酒乳有一种奇怪的味道，所以就不喜欢。无介意保酒乳，想要啉到牛奶，部分台北市囡仔的心愿上近4月会落实。局长汤志明是表示，牛奶的兑换券相关配套大部分拢准备到位。包括市长，包括我们教育局都有跟超商他们做一些联系哈。那对于用喝鲜奶兑换券的方式，我们大概相关的配套大概都已经都准备到位。汤志明强调，亲像市长蒋万安讲的，班班有牛奶的相关经费拢在研究，也毋过也是希望中央会当伫咧经费，互囡仔上大的支持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